大家平安。嗱，呢個今日嚟祝福隆重要聽呢個禱嘅，一提摩太書2第4節讓人講，上帝愛每一人得救，然後佢愛每一人實嘅個真理。嗱，因為到上帝唔係一個人類得到失敗，在世間裏，佢又唔係一個人類得到痛苦。得到永久嘅處罰，佢也唔係，佢愛每一人得救，然後每一人説嘅真理，因為到在呢個一提摩太2第5節用講自家啲，單強係要一隻上帝，單強一條路，自家將要來到上帝嘅面前，就係透過耶穌基督，也係人類嘅分別，佢都係上帝，從上帝嘅來。上帝嘅安娜嚟到世間死復活，為了贖人類嘅罪惡，以開路本自家能進入到上帝嘅面前。一提摩太2第6節用講自家啲，耶穌基督本佢自家嘅身體嚟犧牲，為了挽自家人類嘅罪惡嘅方面，也就係一日真子，耶穌愛每一人得救。佢愛每一人嚟到佢嘅面前盡是意思係講咩？即刻唔係踢慢嚟相信主，因為到佢耶穌基督獻出有一個愛嚟救人類死在十字架，但係呢，因為佢嘅愛安排對隆重人類，佢唔係一個人類得到滅亡嘅路，佢愛一個人類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所以上帝派一個單身子。就係耶穌基督嚟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開路本世間人類嚟到天父嘅面前，透過一個事，透過一個犧牲，每人要謙卑嘅心，相信打開一個口，信任耶穌基督係一上帝，係一救主，而得到一個真理道路生命嚟到天父嘅面前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